你又唔想生？你又唔想生啊？你唔想生之餘，仲唔想結婚添啊？點解而家身邊啲朋友個個都唔想生仔㗎？嗱，你係咪想話樓價貴買唔起樓呢？係樓價貴，我相信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。意外嘅係咧，調查發現樓價貴竟然唔係最重要嘅原因喎。好多人話咧，就算有公屋，父母俾埋層樓佢啊，都一樣唔想生啊。好多人一定問，咁點解咧？原來咧，仲有幾個更可怕嘅原因啊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，記得睇到尾啊！如果咧你都有唔同嘅理由，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㗎。最近供樓利息平咗，股價又升翻好多喎，係時候睇下有冇機會轉按套現慳息賺回贈啦！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揾我哋幫手，介紹相熟按揭中介俾你。資訊欄下面有我哋嘅聯絡方法，快啲揾我哋啦！喜歡我哋嘅影片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最重要當然就係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匯創360啦。無論喺大陸定係喺香港咧，出生率咧都有人下跌緊嘅喎。我哋呢一代咧會唔會係最後一代仲想生仔嘅人類咧？先講香港，資料顯示2025年出生人數進一步下跌，登記新生兒跌至31,714人，比起2024年下降咗14%。預計咧到2039年，65歲或以上嘅居民咧將會佔總人口嘅31%啊！中國大陸都係2025年全中國出生人口僅得792萬人，創下1949年建國以來嘅新低，總人口減少339萬人，係咩概念呢？倒退至清朝乾隆年間嘅水平。原因一，到底咩原因令到新一代唔想生仔咧？自己都係諗極都唔明。點樣養仔女啊？好多網友甚至話冇錢，你真係唔好生仔啊，唔好累咗下一代啊嘛。樓價貴買唔到樓，當然係重要嘅原因啦。但係問題係呢幾年樓價跌咗成30%咯，有冇多咗人買樓？有冇多咗人生仔咧？冇啊，全部都冇啊，反而仲低咗，真係離大譜。問過一啲年輕嘅朋友，佢哋話就算有公屋，就算有父幹送層樓俾佢哋住，就算冇居住問題，好多人咧都唔想生啊。點解咧？答案真係好現實，養育一個小朋友唔係淨係住噶，仲有好多使費，好貴噶。只要政府俾得個2萬蚊，夠買百幾包尿片噶咋。如果你想仔女讀啲好啲嘅學校，甚至乎國際學校，加埋一啲課外活動啊、興趣班啊、補習啊、請工人等等，隨時每個月使多幾皮嘢噶。呢筆數真係驚人。香港地衣食住行樣樣都貴，自己都唔夠使，仲點樣多個細路仔啊？自由需求，生活壓力真係好大。佢嘅排名咧，比經濟壓力咧再高添啊！因為有好多人都唔想好似上一代咁樣啊，成世人都為咗啲仔女而生活啊！單身幾咁自由，隨時飛日本食個拉麵，飛韓國追下星睇場 show， 有仔女點可以行得開啊？去邊都要帶埋佢哋喎。單身快樂真係好簡單，單身幾咁自由啊！星期6日瞓到自然醒，鍾意煲劇就煲劇，打機就打機。想去旅行同公司攞幾日假，話飛就飛。朋友飯局、夜蒲、打牌，話行就行，係咪好爽呢？如果有細路，點行得開啊？到時候你嘅時間精神就會俾晒佢。到時候無一日返到屋企，仲要陪佢做功課。有仔女嘅朋友就會問啦：喂，你唔生仔女啊？咁你第時老咗，邊個照顧你？邊個理你啊？哇！而家啲年輕人就真係神回應啦！你肯定你仔女會照顧你，隨時分分鐘要你買埋層樓養埋佢添啊！講真啦，你有冇諗過啲仔女長大後會照顧自己？冇期望啦，係嘛？近年更加出現咗啃老、成功靠父幹呢啲生活態度添啊！仔女唔照顧自己都唔緊要啦。而家做父母咧，隨時仲要幫仔女買埋樓，幫佢哋俾埋首期，甚至乎供埋樓添啊！甚至咧見過有啲朋友要資助埋佢哋嘅生活費，哇！咁搞法，要照顧到佢哋幾時啊？做到死個都唔掂喎！
再加上今時今日家庭觀念已經冇咁強烈啦，結婚生仔已經再唔係對家族社會嘅責任。既然咁樣，如果揾到錢，不如喺自己身上，對未來咧失去希望，為自己生活先至係正道。AI 發展、科技發展造福人類，係同時咧 AI 科技咧亦都會陸續咁取代人類喎，咁即係冇嘢撈啊人類。而家嘅世界變化得太快啦，創業做生意嘅朋友一定感受到啊！你嘅產品服務今年生意仲好地地，點知過幾個月已經好多人抄，又或者已經唔興啦，out咗啦。市場變化得太快太捲啊！打工呢？而家 AI 科技發展得咁快，政府仲驚死你唔死咁，唔理傳統產業，黑埋眼咧就谷創新科技。早兩條片都講過啦，首富馬斯克預言，過多幾年 AI 同機械人可以取代大部分人嘅工作，尤其是白領階層隨時冇嘢撈㗎。你話仲點緊生啊？未來真係好迷茫。趁後生，梗係玩多啲，玩夠先啦。有啲朋友話有經濟能力先生啦，但係到時咧你想生都已經太遲啦。想法好簡單，但現實好骨感。成日聽人講結婚，唔結就分。好多拍咗好多年拖嘅朋友，點解突然間分手啊？原因咧好多時都係因為其中一方，多數都係男方啦，唔想結婚住，仲趁後生玩多幾年啊嘛。咁玩夠先啦，哇玩夠咁咪起碼成40歲噶咯。又有好多朋友話啦，等遲啲有經濟能力先結婚生仔啦。咁咩叫有經濟能力啊？有樓有車有幾百萬現金揸手，好多打工仔捱到成40歲先叫夠條件。男方時間上仲算鬆動，女方呢40歲已經過咗生仔黃金期，就算真心想生，身體同機率都已經好唔易夾啦。講難聽少少，現實真係好骨感。到你儲夠錢，覺得自己準備好，可能已經冇得生，生唔到噶啦。香港嘅計劃生育技術真係好鬼渣噶，試管嬰兒排期真係排到懷疑人生。身邊好多朋友都直接飛台灣做，至於代孕，直頭係非法，法例仲停留喺幾十年前，老土到爆啊！早就應該改啦。你又點睇？係想生定係堅決唔生？原因係咩先？歡迎喺留言區度講低你嘅想法或者心聲，一齊傾下討論下。工作室優惠，今時今日淨係靠份工唔穩陣噶啦，轉頭可能就被 AI 取代咗，係時候要諗下副業創業啦。低成本創業最好就平平地租個工作室先啦。荔枝角區優質工作室，月租只係4000幾蚊起咋，業主邀請我哋拍攝，直達業主租客免佣金，有興趣就揾我哋安排啦。